可以穿上我们的鞋套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里面还可以拍照做留念。嘿嘿嘿。哇，什么水色丽？摩托水色丽，好，保佑大家阖家平安，事事顺利。里面还有佛陀跟弟子们的舍利子，这是欢迎大家走进来绕一圈哈，保佑大家阖家平安，事事顺利。